大家好，我係領導精靈。領袖必須係有效率嘅領袖，注意到每一個細節，確定每個人都有做佢份內嘅工作。一個有效率嘅領導，更加能夠有效處理各個團隊之間嘅關係，用堅定嘅態度去確定整個團隊只有好事冇壞事發生。我能夠組織團隊活動，增進團隊成員之間嘅良好關係，並確保團隊能夠完成任務。喺開始專題報告嘅時候，同學係咪能夠安排分工，帶領其他人一齊順利完成呢？工作進度之中，佢係咪能夠體諒同伴嘅困難並伸出援手啊？佢係咪能夠發揮佢嘅感染力，令到團隊成員都有共同方向去完成任務呢？咁你就發現領導就係佢最突出嘅性格強項之一啦。不妨多啲由呢啲方面讚賞下佢，鼓勵同學盡情發揮啦。